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5月19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中医中药。为什么聊这个呢？前天就5月17号，一位网络博主叫大兵，他说有一位刘姓消费者通过互联网问诊，在石家庄普泽中医院购买了治疗失眠的中药隐剂，服用后很快发困，然后经2家检测机构检测，发现这个中药隐剂里面均含有西药成分地西泮，剩余的药剂已经经过公证并封存。大家看视频石家庄普泽中医医院在中药液里边添加国家管制类精神药物地西泮，因为这个效果太神奇了，吃完半个小时直接就困了。那他停药以后，这个失眠的症状解决了吗？解决不了的还会存在，因为他那东西就是安眠药。我所知道的肯定不会加，你说的这个情况我也不太清楚这个事得跟办公室说。应该是我们这新闻宣传处应该是知道的，我觉得。敢往中药液里边加安眠药，这种中医就应该永久封杀。尊敬的河北省药监局、石家庄药监局各位领导，你们好，我是沈忠斌，辽宁省辽阳人。这几款中药是我们从河北普泽医养服务有限公司石家庄中医医院购买到的中药液，用于治疗睡眠的。但是这个药好比灵丹妙药，消费者食用以后只要吃了立刻睡觉，就是这么灵。所以我们怀疑该产品当中含有安眠药，那么我们对该产品购买时进行了公证这个是公证书，标注的都是他们家医院产品公证保存的我们也有。经过我们把该中药液送到权威机构进行检测以后，得出的结论是该产品当中添加了安眠药地西泮的成分。所以请河北省药监局各位领导，石家庄药监局各位领导能够重视这件事儿。所有证据我们都已经做了公证，做了保存，该证据充分确凿。大斌觉得中药往里边添加西药非常坑人，非常害人。你不会中医行，你不会治病也可以，但你不应该向中药里边添加安眠药，这就是坑人害人的行为。像这种中医，像这种中医院应该永久封杀。这个地西泮呢，实际上它是那个国家严格管制的2类精神药品，实际上就是咱们老说的安定那安定的主要成分就是地西泮。这个长期或者过量使用会导致依赖性和成瘾性，这个属于国家管制药物那这个事情在网上一公布引起大家的关注，大家热议那5月18号呢，这个涉事医院石家庄普泽中医院值班医生回应大河报记者说肯定不会添加地西泮。然后这个因为是周六周日这个记者立马联系石家庄市场监管局、桥西区市场监管局等等那个主管部门，相关主管部门登记了记者的信息表示上班以后会处理。那么今天5月19号，石家庄桥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通报说，近日有媒体报道，桥西区河北普泽医养服务有限公司石家庄中医医院生产销售的中药液涉嫌添加安眠药问题。桥西区市场监管局已就此问题对该医院进行立案调查，目前该案件正在调查之中，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进行处置。桥西区市监局将持续加大药品安全监管力度，切实保障群众用药安全。事后这个发这个视频的博主大兵，他表示说这个视频发出以后他接到陌生人电话，陌生人跟他联系表示要协商解决，就是私底下解决。这个博主大兵不同意。那我来谈一谈我对这个事看法首先在中药里面加西药，这个应该不是秘密如果你认为这个是个秘密的话，那你真的是跟社会有点脱节。这个我在10几年前我就已经知道了，中药里面加西药，说好听一点中西结合木兰辞里面好像有个叫雄兔角扑朔，雌兔
兔也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对吧？我把两种药混到一起，你哪知道是哪个起作用呢？总之你来看病，对吧？把我这个药一吃，你就好了，不就行了吗？是不是效果就达到了？你不就是要看病吗？要治病。但是啊，这个中药里面加西药，你加点感冒药也就算了，你怎么能加这种国家管制的药呢？你这不是要命吗？而且啊，如果你中药里面加西药，你得明示，也就是你在成分里面必须把它列出来。这个我想啊，是现在这个应该这个医药这个规范里面应该有这个，就是它容许你加西药，但是你得列明成分。当然了，这个都说的都是正规的药厂、正规的医院这么干。大家也知道，咱们中医那很多这个民间高手啊，给你开方子，里面加什么你哪知道啊？这种民间高手还非常多啊，白头发，胡子很长，传着神乎其神的，对吧？你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反正你是正规医院看不好的，都是人托人找人，找到这个神医这儿，然后神医给你看完之后啊，给你甩出几包药，吃去吧。你要问他这个药什么名字啊？他有名字啊，抗癌2号。你要问里面有什么成分，那这是保密啊，这药方怎么能告诉你呢？实际上啊，它是里面都加了西药，叫对症下药，真的是对症加西药。我为什么知道这个事呢？就10几年前啊，因为这个有这个亲属生了疑难杂症，当时啊就特别好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个能人吧，他就非常关心啊，他就要给我推荐一个神医，当然不是叫神医啊，是中医。这个中医呢是专门给达官贵人看病的，他不给普通人看病啊。他那个诊所是在一个非常隐蔽的地方，在北京，他是专门给比呼吸镜的级别要高得多的人看病，而且啊给那些首富什么的看病，这个不容怀疑。因为给我介绍的这个人呢，他本身就非常这个叫神奇啊，他是好意啊，非要给我介绍去看中医。他还说了他自己啊什么病在各大医院都看不好，最后去了这个老中医这儿，几副中药一吃居然好了。但是啊，当时我是认真学习啊，我就在网上搜了很多相关的资料看，最后啊我是排除了看中医。其中原因之一，促使我啊排除中医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开的那些药啊都是什么什么1号，什么什么2号，什么什么3号，他不告诉你成分。不像咱们你看买那个西药啊，里面这个说明书里面有详细的化学成分，对吧？然后还有这个禁忌反应呢，对吧？你吃了之后有什么不良反应等等，它都有。但是这些神药啊、中药，它不告诉你这些东西。然后完了之后，你要问人家这是专利，这个是祖传秘方，怎么能告诉你呢？就我那个时候就知道了，他们往中药里加一些乱七八糟的。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西药里面加中药啊？是不是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中药里面要加西药呢？人家西药里面为什么不加中药呢？或者就没有这个说法呢？我个人认为啊，这个西药你是靠什么区别呢？为什么这个药叫中药，那个药叫西药呢？这个我理解的不一定对啊，这个咱们网友里面恐怕有搞药的，有学医的，就是我个人理解啊，就是为什么叫药？西药更多的是合成的，对吧？它是几种物质提炼之后，它合成了一个新的东西。一般的啊，对吧？这西药都是这种特点。那中药它不是合成，中药是叫融合，就是各种什么草根啊、动物的什么，对吧？内脏啊，对吧？植物的根茎啊、叶子啊，还有动物的粑粑呀，对吧？混到一起或者熬到一起，它并没有生成一个什么新的物质，什么化学反应啊，不是这样的，它是混到一起。第二个呢，就是西药人家会明明白白的列出它的成分，最终影响你那个病的成分是什么，对吧？它都会列清楚。但是中药它是不会列的，因为它没法列，它不知道里面生成了啥，它只能告诉你我加了什么枸杞，对吧？加了人参，在一起一煮，煮了之后生成啥了，反正也生成不了啥，熬成汤剂，对吧？你喝下去就完了。所以说中药啊，它不是中国生产的药，对吧？也不能理解成说这中医。所以我认为中药和西药的区别就是西药是有明确的成分，它是通过提炼合成生成了一个新的东西物质，对吧？那中药是不可能的，中药就是把几种东西啊树叶子搞到一起熬成汤，你喝下去就完了啊。现在还流行那个中药那个注射，这个也挺吓人的啊。这一汤怎么能注射到那个你血液里面去？刚才咱们说了啊，你说往中药里面加一些这个感冒药成分，那咱也就忍了。其实很多这个中药的这个感冒冲剂啊，还什么感冒灵啊等等啊，那反正里面都加了西药的这个感冒药，这人家是公开的啊，他会列出来，这是中西药结合的完美的典范。总之你一吃也管用，到底是西药成分管着用呢，还是中药成分管着用不重要啊，反正你吃了你病好了。但是这回有点过分啊，你把这个管制类的药你往里
放，那个安眠药吃多了会死人的，这个就有点不负责任了，这开玩笑啊！这个难道是叫加量不加价吗？给你加点黑科技。也有人啊说这个有可能是熬药的时候啊，这个中药污染了，对吧？上一波熬的或者是这个里面加工这个地西泮，对吧？这安定药片，下一锅就煮这个中药，所以里面是不是有这个成分污染？我在想啊，这种解释非常牵强，你基本可以断定啊，里面它就是有意加这个地西泮，就是有意加的安眠药，正好吗？它这个药的功效啊，就是为了解决失眠啊。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也可以开发中药啊，对吧？我就搞点这个茶叶，前年的茶叶卖不掉的，过期的茶叶不值钱了，新茶才值钱嘛，陈茶不值钱了啊，搞点茶叶，然后再搞点其他的树叶子一熬，我说这是我这个啊祖传秘方，专治失眠，失眠1号、失眠2号、失眠3号，失眠1号里面对吧加1粒安定片，失眠2号里面加2粒，失眠3号里面加3粒，对吧？你把失眠1号吃了之后觉得不好，我给你开失眠2号，失眠2号吃不好给你开失眠3号。也有人说啊，你不能这么极端啊，你不能用个别现象来否定中药，这个说法也对啊，也就是说对中药评价不要太极端。但是啊，我想起了广州地铁曾经啊挂出一副这个公益广告，说的明明白白，西医是科学，中医是文化。你看这个多么精辟啊！这里面要把这概念捋清楚啊。西医，什么叫西医？西医不是说美国西方的医疗技术，我认为西医叫现代医学啊，或者说它起源于西方。但是我们这个时候对吧，100年以后了，你不能叫西医啊，应该叫现代医学。它起源地、发源地恐怕是欧洲或者是美国，这不要紧。所以我们现在叫西医呢，无非就是叫顺口了，从那儿传过来的，实际上应该叫现代医学。那反过来中医也一样啊，中医应该叫传统医学，对吧？在我们这儿发扬光大的、流传下来的叫中医，但是呢，它也是与时俱进的，它也在变化。那现代医学是科学，这没毛病，讲究的就是定量、定性分析，对吧？把病治得明明白白的，对吧？有什么副作用啊？有什么好的效果？是什么东西起作用？要进行双盲试验等等，讲的就是一个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起作用也要说清楚是什么东西起的作用，对吧？不起作用有副作用也得说清楚，对肝、对肾，对吧？对身体内脏器官有损害都要说得明明白白。而我们传统医学也就是所谓我们叫顺口的叫中医，那个主打是一个文化，对吧？这更多的是信则灵，你心诚则灵，对吧？你越信，心越诚，感觉它效果还更越好。如果你老是怀疑，你老是不相信，给你吃了药也没用，更接近于这个心理安慰剂。但是你也不能全盘否定啊这个传统医学的作用。什么意思呢？也就是科学能治病，文化难道不能治病吗？文化也能治病啊。为什么呢？你想啊，你就是到西医去了，医生跟你说的，你也得该吃什么啊，要心情愉快，要保持心情好。医生一般都会这么说吧？为什么保持心情好呢？心情愉悦呢？对吧？这样能调动身体的机能，对吧？能够自动的去适应这个病症啊，去对抗这个病症。那这个就跟文化有关系啊，文化才能给你这样的力量。毕竟啊，有这个60%还是80%的病不治能自愈，就靠身体能扛过去。你比如感冒，你吃药对吧是7天，你不吃药是1个星期，反正都能好。哎，大家都感冒过啊，对吧？你下次试一试不吃药，你生扛，你出汗，哎也是7天，对吧？你吃药头尾算起来也要7天啊。当然了，你说你高烧啊，你烧了39、40，那个很危险，对吧？要退烧。如果不是烧到这样，你扛差不多。也就是我们身体有自愈能力，那你怎么调动你身体的这个自愈能力呢？这个文化就管用啊，对吧？靠你的信念。所以看中医，对吧？一定要心诚，一定要相信，深信不疑。你越深信不疑，效果越好。如果你像我这样的老是不相信，看了也是白看。所以我说到这儿什么意思呢？我倒是建议啊，你要对自己负责任。就是我就不太理解那些人身体不好，就为什么非要去看中医呢？中医是一种文化，这种文化要对症下药，就是你得适合。像这个博主啊，你像今天啊这个视频里面这个患者，他就不适合看中医。你跑去看中医完了，你还想看成分啊，你还怀疑跑去做检测，你这个那效果就是大打折扣啊，钱白花了。这个中医啊，就传统医学不能较真了，主打是一个信，盲信。完了你本身就不相信，你完了你还老想知道里面有啥，你为啥看中医呢？这不有点砸场子的意思吗？我们的中医宣传啊，就传统医学宣传的主打，你看看就是一个文化。从那个原料啊，那药材的稀缺性，对吧？有什么犀牛角啊，又是当然还有比这更邪乎的，对不对？西游记里面啊，那描写那个中药，还有红楼梦里面描写中药，虽然是它是文学创作啊，有点荒诞，但是现实生活不比这个文学更加荒诞吗？对吧？这个西游记里面说你吃这个药啊，要无根
水。什么叫无根水啊？对吧？你这河里面打的水都不行。贾宝玉跟王夫人说啊，他可以给林黛玉开药，什么药呢？其中有一味啊，就是死人嘴里面含着那个珠子，你想一想都害怕。你这就是文化的力量啊，对吧？你要想象一下，你喝的药里面这个磨的粉啊，这里面有一味药是死了多少年的人啊，嘴里面含的珠子，你想一想，你就是不是身体就已经起了生理反应？总之啊，对这些这个原料啊，这些药材的这种稀缺性或者这种叫神秘性，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对吧？再宣扬一下这个药的药材必须在什么时辰、什么季节、什么节气、什么人去采才能管用。你看这一套下来，不就像巫术一样吗？不由得你不信。哎，所以说来说去啊，它是更多的是一种文化。那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跑去看中医呢？我是这么想的啊，如果你是抱着调理的，不是治病，你都已经奄奄一息了，对吧？上气不接下气了，你赶紧就住 ICU 病房啊，对吧？人都已经不行了，赶紧抢救啊！抢救没听说用中医抢救的啊，对吧？你看急诊室都是西医。哎，如果你说反正你这事情这个慢性病啊，反正一直困扰着你，对吧？然后你要调理，你获取精神力量，那你就吧，看中医主打一个信，要深信不疑，你越信效果越好。主打一个治不好也治不死，反正你这个是慢性病嘛，调理嘛，你就让他调理。如果你要对自己负责任，你还是老老实实去那个西医去看吧，看得明明白白，能不能治，愈后效果怎么样，多找几家西医看啊。这个我也要强调一下啊，你不要相信一个西医，这个医生的水平啊参差不齐，哎，保不齐你就遇到了那个4+4的董小姐，哎，这个完全有可能呢。这个我在我以前节目里面说过好多回啊，我的亲身经历啊，就我们家小孩就是咳嗽，但是卡的不行啊，那个脸都发紫，然后我就打120把他拉到通州妇幼，结果通州妇幼急诊啊，折腾了一晚上，第二天还因为他晚上他那个拍 X 光呢还不上班，等第二天早上7点拍完片子那个大夫得出个结论啊，是肺炎，开了一堆那个消炎药，就抗生素啊，什么一大堆的，但是啊，他那个验血那个化验单上面那白细胞没有增加，也就是说白细胞没增加，怎么是炎症呢？这个矛盾不正常。拍的片子虽然模模糊糊说是有炎症，怀疑他是肺炎，所以我马上啊就带他去儿研所，就在那个日坛路啊建国门那边上国际俱乐部那儿。到了儿研所挂了个专家号，又排了2小时队。儿研所一个白头发的专家老太太啊，又是做了一通检查，完了之后煞有介事的说这个啊不是肺炎，是支气管炎。那我就更不信了，这2个医院说的还是2个答案。然后我当天又决定啊去北京儿童医院，又跑去挂号，哎，折腾去跑到北京儿童医院一看，人家说你回去吧，说这个啊他自己就能好，说这个叫什么先天喉软管发育不全，说到了1岁他自己就好了，什么药都没开啊。你想想啊，如果我要把它当肺炎治，那肯定把它治出病出来了，但支气管治那一样也会治出病，对吧？那一堆药吃下去，那对吧？我就按儿童医院的说法就不管他，有痰啊就帮他化痰，帮他咳出来，所以说就没事了，果然就好了。也就是说你看西医你也得找几个专家，对吧？找几个医院一起看，哎，这都是亲身经历啊。还有啊，不是这一回，有好几回，同样一个病，不同的大夫看，那结论完全相反。有的大夫说你这个病啊治不好，就是治完之后他最好状况就是这样。你换个医院啊，找个专家一看，专家说你这个没事啊，这个是常见病，你不用担心，80%以上都能好，就完全啊，就同一个病，那而且找的都是专家，那个确实啊，所以说我现在已经出了董小姐这个事之后，我就怀疑这些专家有的是4+4出来的，有的是正经的科班出来的，所以为了这个避免啊被4+4这种大夫误导了，所以啊你也不知道谁是4+4，所以你只能到处啊多找几个专家看一看，对比一下，看谁说的更靠谱。但是不管是4+4啊，还是什么科班的，你如果选择看中医啊，你就不要那么较真，对吧？你不要用科学的眼光去看，你只是寻求心理安慰，哎，你做好心理准备啊。如果你看中医完了，你要跟他较真，你恐怕要失望。吃中药也一样啊，要不然你这个钱白花了。我们那个有一些神婆啊，也相当于中医，实际上中医跟神婆差不多啊。哎，很多像我这么大年纪的，小时候估计都经历过。你去他那儿看病啊，他就一种药，什么病都是那一种药，就是香灰，拿小纸给你包一点，回家冲水喝，包治百病。你主打的就是信则灵啊，我估计很多人都喝过吧，对吧？所有的病都是一剂药，一味药，就是香灰。所以说你要用科学知识啊，或者你企图用科学去解释中医，你这本身就错了，对吧？你这个做法就是错的。中医跟科学不沾边，中医更多的跟玄学沾点边啊。中医是让你体会到文化的力量。所以从这一点上说啊，鲁迅啊当年弃医从文呢，他并不是真
真的啊就放弃医学了，他只不过从西医跳到中医了啊，都是看病啊。最后总结一下啊，如果你想看病看得明明白白，你啊看西医，到这个什么三甲医院啊，尽量避免碰到董小姐这样的人。如果你不想，对吧，明明白白，你只是想调理，你可以去看中医，但是你要记住了，你看中医你不要较真，要深信不疑，这样疗效啊恐怕要好一点。要救命，你还是看西医吧。所以这次这个事件啊，它错在哪儿呢？错在不该加这个违禁药，就是管控类的药，这是不行的。好，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